台南空主标被奖也最近出现真侪文章顶头拢有这个台语词，意外引起讨论。国民党台南市议员王家晶伫咧质询时阵，就讲民众有该真情，讲这官方面册用罗马拼音甲台语词，民众会看无。文化局是甲回应讲，这部分会个调整。 听白讲，真侪人来转台修学台南孔庙参加祭孔仪式。不过，真正孔庙伫咧官方面册分享准备活动的过程，大部分使用部分台语词兼用罗马拼音来表示读音。其中文章写着抄册，互人掠宝藏。国民党台南市议员王家晶，而且咧质询时批评政府安尼步，会互民众看无大部分的意思。既没有用这个我们的汉字的台语文，也没有用罗马拼音，所以我们一般人读就是说。 抄切嘛！孔庙文化基金会执行长回应，伊当初会写台文，主要是要记录参民众互动趣味的过程，不过却引起地方的讨论，民众嘛有不同的看法。这个也是台湾本土的一个文化之一，所以我说不应该以排斥的心态去看待这件事情。只要有并行，有国语在，应该是我可以接受。华文词典内底有解说，伊是讲做代志真急。我咧写的时阵，我想要呈现咱孔庙咧准备要祭孔的时阵，大家人足无用的，真积极地做这个代志。台南市台语文化办合会理事长黄良成指出，国家语言法既然通过语言就要平等，伊认为无应该看无就反对。毛议员表示，希望台湾会使落实多元多数的精神。对，我感觉你有够人讲尊重这自主权无？言论自由，这自早就已经是普世的一个价值啦。敢会使因为你个人的看法无同，就来讲否认，还是来讲抵抗？早期的新港文书内底嘛是拢用罗马字来记录咱原住民的这个故事，希望讲台湾会当有这个空间该保留落来。针对面册大本，文化局讲因会检讨做改善，你老卖甲面册文章调整成较侪人阅读的语言来写。记者想台南采访报道。